在展示那边暑假下大雨，然后就危险，你会你的防水还是要注意。如果要用电线，应该要在前面的，前面那只比较靠近，比较靠近。它有灵性的，知道我要录入格的。做上太高了。现在要打门的2-3个香港走的，因为我迄个啦，我行头上架吼，小比都离规律，所以我是不急，我要去浴室冲一下水洗，所以你要稍微送你香港走的。这双你买的没有，那双扯的。这一双刚才会穿那双是因为这一双还没